2025年澳門第8屆立法會選舉，第二組新希望得票數為43361張，取得3個議席。第一候選人高天賜成為今屆立法會選舉票王。今次高天賜團隊不單止在得票數上取得絕對大多數，更重要係高天賜喺今次選舉中所得票數的比例，自身與上屆所得票數的實得票數以及增幅，從客觀數字上來看，係完全吊打其他選舉團隊。正如而家好多小朋友所講，完全係降維打擊。今次選舉的有效票數為162208張，其中高天賜團隊的得票數為43361張，總數1/4強。剩餘不足3/4的選票就由其他5隊人馬去爭奪。事實上係今次選舉中個別傳統參選團隊可能過去票數基數過大，雖然今次絕對票數上有所增加，但與上屆總數由率比較，竟出現了負增長，真的應驗了朋友圈經常睇到的字句，形勢告急，也算是一語成讖了。題外話，部分團隊真的做到自身查找，或多多看看網友留言也未嘗不可。總之，兩席唔係必然的，而係去年高天賜團隊的得票數為18232張，同比增加了25129張選票，而同比票數增幅達137%，爆發力驚人。總括而言，高天賜團隊的成績，或更直白的講，高天賜今次所取得的驕人佳績，首先有其客觀原因，至於是什麼，懂的都懂，不懂的講出嚟都冇意思。但更重要係，選民經過多年的投票及觀察立法會的表現，真的係看在眼裏，記在心裏。今天的結果，亦是選民對高天賜及各大團隊表現的反饋。而未來4年各議員表現又會如何？我同一眾澳門居民一樣，拭目以待。